长期关心基层消防员权益的议员李宗翰，在大选期间曾经号召成立防火墙的连线，并且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来合作，推出消防权益保障的证件。日前经过大法官的解释条文，总算看到一寡成果。因此，邀集连线的成员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共同召开记者会，说明现阶段的成果甲未来的目标。一起来做串联，希望可以支持我们的消防、我们的打火兄弟。那这部分，咱其实今日有一个新大的成果，就是咱行政院一定宣布，咱要来增加咱消防人员超勤津贴，从17000元提升到19000元。当然，咱的理事长等下当详细来替咱说明，咱未来消防署针对咱785限号，希望可以改善我们消防人员的超勤工时问题。在去年，我们跟许多的委员有在中央提出，我们希望提高消防员的加班费的轮班制公务员的加班费的上限，因为消防员我们的加班费已经20年没有去提高了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诉求。那同时，我们也很开心，就是我们获得地方今天许多的议员的支持，那共同与我们签署承诺书，那一起向中央去争取这样的，向中央及地方去争取加班费的提高上限。有的分局，它可能在局处里面可能只有5个人在里面，那甚至是在出勤的时候留守的人可能不到2个人，那这一切都反映在这个消防员工时过长的这些问题上面。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进到体制里面来做对的事。防火墙连线当初除了跨县市的候选人签署承诺书，在台南市议会嘛有10几位议员顺利来连任或者是当选。包括议员李宗翰、蔡小薇、加沈振东，另外还有新当选的朱振轩、黄兆辉、周家伟、加李宗麟等跨党派的成员。成员表示，既然中央的配套通过消防员加班费的上限，对17000块提升到19000，因嘛期待地方政府会用对今年的1月1号开始来编列给付。至于未来消防员的人力补充，甲工作的健康权部分，也是需要努力来改善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